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对这礼拜开始，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对新约圣经中间保罗对伫教会看法，来分享一系列的讲道。咱做伙透过这系列的讲道来思考，咱的教会应该是一间什么款的教会？今日我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咱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心灵的病院。拄则听圣歌对所吟的诗歌，牧师非常感动吼。本来想要叫因等下搁吟一遍吼。咱即个时阵要静静来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透过伫礼拜中间，无论是诗歌，伊就是你的话来得到激励，得到安慰。主，阮恳求你，即个时刻安静阮的心，互阮对你的信息中间去明白你的心意，会照安尼去行，互阮领受祝福，也互你得到荣耀。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我一边咧看报纸的时阵，看到一个标题，伊咧报讲咱台湾上水的10间教会，上水的10间教会。我就看，看到底10间教会是上水的吼？伊是应该是网络顶面投票吼，结果因选出10间教会吼。但是这进前吼，牧师想要甲大家分享讲吼。伫疫情了后，牧师对双年教会的这个意向吼，就是咱经过3年半的疫情，其实咱的教会有真济这个运作吼，拢还未恢复正常化。所以牧师望讲利用一段时间特别透过这系列的教会的信息的分享，甲大家做伙来追求一个意向，就是讲。首先，咱来恢复教会本质，就是咱的所有的运作、所有的聚会拢恢复正常化。第二就是讲，咱经过3年半疫情了后，大家对信仰会较冷淡，所以咱有一个真要紧，就是爱透过读经、透过祈祷，去恢复大家信仰热情。第三项就是，互大家拢会当贡献咱家己对上帝遐领受的恩赐。恢复大家对服侍的动力，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一个服侍来推事工的参与。所以牧师会设计一个表，互大家去听讲你伫什么时间你会当做什么款的服侍，咱大家拢做伙来参与，无论伫小组团契，还是讲咱伫教会生活中间，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与着服侍。这是我对双年教会的一个意向，咱做伙来追求。我拄则讲着，我伫报纸顶面有看到讲，选出10间上界水的教会，因的投票叫选出有10间啦这是即个屏东的即个万金圣母殿大家应该要去参观过搁有这是应该是台东的海边一间细间的教会叫做伊湾教会伊是。看起来亲像人喺明信片内底迄外国的教会安尼小小的一间教会第3间教会我就作识这是我捌做过这间教会的小会议长这是台南的海边一间北门寺教会伊个古早咧治疗乌骹病院的病院叫白色教堂那是真水这间是新起的一间叫做救恩之光的教会搁有这是高雄的这个玫瑰圣母殿这是加利利的方舟教堂这间其实毋是教会啦，这间是一个聚会所在叫做应该是台中叫做圆满教堂这大家拢知影，这是东海大学的路易斯路易斯教堂这是真理大学的礼拜堂最后一间这嘛毋是教会啦，这是紫教堂这是玻璃用纸起的紫教堂
所以我咧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啊，原来这是一般人对伫教会甲教堂礼拜堂的误解啦。伊介绍这上水的拢是礼拜堂的建筑真特别，但是其实伊毋是教会。教会是啥物？咱看到吼，人咧介绍讲双年教会，双年教会是啥物？毋是双年大楼哦，咱这是双年大楼，礼拜堂伫遮吼，这是双年的礼拜堂。但是咧讲教会时阵吼，是指啥物？是指咱即群人，是教堂内底所组织的人。因为伫圣经中间吼，咱看见着保罗伫哥林多前书，伊一开始对教会请安吼，伊逐教会这埃克勒西亚这定义就是讲是一群人。一群被上帝呼召，大家愿意伫耶稣基督内底成圣，佮常常伫无共款的所在去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教会是指啥物？是指你甲我，是指咱即群被上帝所呼召耶稣基督的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是各地无共款，咱拢组成一间教会。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教会是一群人，是一个团体。咱了解教会是啥物了，咱嘛爱了解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上帝要设立教会伫这个所在？教会伫这个所在要发挥啥物款的影响力？你若无去思考吼，一间教会就渐渐孤单，甚至到死亡。大家毋通抓准教会袂死亡呢，袂关起来呢。咱顶回台湾新航医的校长蔡牧师来甲咱分享，伊分享伊去加拿大马街的教会，就是咱的母会啦。马街的教会，过去是遐尼兴旺的教会，每一档拢会当找派真侪宣教师的一间教会。历当找起遐尼侪宣教师到世界各地去分享福音的教会。伊讲伊去聚会时，礼拜堂真大，但是大家伫地下室，20个人老人咧聚会，渐渐这要孤单。是咱的宝会啊！我咧听伊咧分享的时候，我心中突然间浮出一条歌，就是妈妈，请你来保重。但是咱毋通想讲，咱双年教会无可能变做安尼。咱若无去思考，咱教会存在伫即个社区，存在伫即个所在的目的的时阵，咱嘛会渐渐孤单去，咱嘛会渐渐社会化去。所以咱来面对即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教会存在？对即个社区有啥物款的影响？前一站咱隔壁的即个 7-11， 咧征收着无？大家知影征收一个月。我迄一个月就感觉足无方便的。过去要领钱啦，也是讲要去买一个啥物物件，也是讲要去交啥物费用，隔壁行几步路啊，就当到7去办。叫伊关一个月，征收内部，我着爱行较远的所在，虽然别位有哪有，但是爱行较远的所在，感觉无方便。所以顶开幕的时阵，我就去讲恁安尼关一个月我感觉。恁个人足重要的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我另外咧思考一个问题，咱教会若有一天若关门，我要征收啦，关一段时间啦，咱教会这个社区的人，敢会感觉讲，教会无伫遮足无方便的。过去拢会当去遐听演讲，拢会当去遐参加啥物活动、啥物课程，也是讲来遮礼拜。即摆突然间暂停啊！咁咪多互人无方便其实迄阵咱疫情的时阵无暂停聚会对无？迄阵隔壁7-11嘛有讲因礼拜日的迄个营收减偌济钱，咱的消费能力有真悬啊！但是咱教会存在敢是安尼尔？咱对这个社区有实际的影响，大家敢会因为讲咱今仔即个教会突然间暂停，还是讲
关门，大家感觉讲哇，真可惜，真可惜，影响真大。所以咱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捌听过台南市堂医的谢江牧师，伊捌分享一个故事。伊讲伫即个温哥华吼，加拿大温哥华东区有一间教会吼 ，The First United States United Church 吼，这个故事吼，伊讲这间教会原本就是一间非常兴旺的教会，但是渐渐有那是少年人无去，无个礼拜。拢剩老大人，渐渐就凋零落去，你要死亡啊！大家就参详讲啊，教会也无几个人聚会，较输来关门好啊，所以教会就关门一段时间拢无聚会。结有一天，冬天的透早，迄个管理教会的人要去开教会门的时阵，发觉有一个流浪汉，一个家友。关死伫教会的头前，伊个手开始要去开迄个教会的门，拍袂开，教会就关门，无法度入去。这时阵，这管理员伊就去招这教会长老甲长执来，大家来想讲，教会头前发生这件代志，大家有啥物款的想法？大家伫遐去参详。伊讲，大家到尾做一个决定，讲重新把教会门拍开。伊讲，就是即个决定，伫迄一天，即间教会对死人中国话，因将教会门拍开，放烧去，我暗时，遐流浪汉、遐家友无所在通住的人，会当暂时入来，有一个所在，互因安歇，互因休困，然后。在教会长老执事，较来分享圣经的故事，但鼓励讲：恁爱出去找工作，恁爱靠恁的努力养起家己，但鼓励，按照真正在皆有的真正安尼去做。在教会的妇女，也是讲一寡义工，来开始煮食，互因会当暂时自己食饱，个人帮衬。互因会当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迄刚开始，即间教会对死人中国话，因为信徒开始做有意义的工作，因了解因存在伫迄个社区，有完有真重要的工作爱做。所以即间教会个话，所以像遐是认为，你若教会无实际知影咱存在伫即个所在的目的，教会就死亡。但是，如果咱若存在伫遮有意义、有影响力，咱的教会就活开，就活泼起来。所以即几冬，教会嘛一直在考虑中间大楼的问题，因为咱即间大楼虽然即摆还阁真好用，但是已经50栋啊，可能未来20栋内需要更新重建。伫思考即个教会重建的过程中间。我就一直问上帝一个问题吼，伫祈祷的中间，我就问上帝。第一个问题，我问上帝讲：上帝，你爱我起做啥物款的教会？上帝甲我拍尻川，讲教会毋是你咧起做的，教会是我咧起做的，吼，是上帝咧起做咱的教会。即点我真清楚了，我就顺服，讲安尼。上帝，你爱阮去做啥物款的教会？你爱去啥物款的教会？我们去一间完美的教会来延续你的性命。台湾上界品质上界好的教会来延续你的性命。上帝有哪我拍尻川？伊讲无必要，嘛无可能。讲恁是一群无完全的人，包含徛踮伫讲台顶的牧师。嘛是无完全的人，无完全的人，要去起做一个完全的教会。所以上帝给我一个真重要的启示，就是讲，如果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明白，别人甲我相反是无完全的人，
拢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甲扶持。如果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即款的明白，咱的教会就会被起做一个完全倚靠耶稣基督，会当成做一个耶稣基督所怜悯，是一个有梦梦的教会。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期待上帝帮助咱起做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是啥物会？互人伫遮找到生命的路。所以我恳求上帝起做一间教会，互入来这间教会的人，拢会当找到伊生命的道路。因为伫我牧会中间，我发现人有无共款的理由来找耶稣。有人是伫上界喜乐的时阵来找耶稣，但是更较侪人是伫上界伤心、上界惊吓、上界孤单、上界找无路的时阵来到教会。咱人生有真侪喜乐的时阵，但是有更较侪不如意的时刻。每一个人人生中间，拢是有无完美的经验，咱拢会拄到生老病死、困苦忧愁。咱生活中间有时会去互别人伤害，有时互家己伤害，有时嘛互迄个无法度有了意外伤害。所以认真去检视每一个生命，真正有人是伤痕累累的。当咱还未学习疗愈甲忍耐功课进前，这伤害不断地控制咱的生命。但是感谢上帝，互咱伫软弱的时阵，上帝互咱一个至宝贵的礼物，就是伊圣的教会。因为咱是一群无完全的罪人所组成的。大家了解咱无完全，咱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咱伫这个团体中间，咱开始去倚靠耶稣基督，而且对伊得到力量，找到生命的道路。也就是安尼，教会成做有意义的群体。所以在我看，上帝要起造的教会，伊是一个心灵的病院，是接纳所有心灵受捆绑的人。心灵受伤的人的病院，咱拢是软弱的罪人，而且生活伫无完全的世界中间，咱需要彼此扶持，互相鼓励，伫受伤中间来复原。咱最近拢咧读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真侪咧讲一寡处罚刑罚的信息。但是以赛亚书内底也充满真侪毋茫的信息。咱看35章的第3节、第4节、第6节，也安尼讲。伊讲：要互软弱的手坚强，互无力的骹头扶徛在。心肝惊吓的人，恁着对因讲：要坚强，毋免惊。摆骹的人会亲像鹿着跳。袂讲话人会欢喜唱歌，这是上帝的百姓伫上帝救恩临到的时阵所享受的情形，也是教会的使命。上帝所要更新起造的教会，是互软弱会当变成最强壮的教会，是一个互相鼓励的教会。教会中间虽然有人拄着困难、痛苦，但是伫教会中间，兄弟姊妹会当互相扶持。当人失望、艰苦的时阵，有人会对伊讲：坚强，毋免惊，上帝甲咱三甲你的。咱开始学习用扶持行动来代替指导言语，用鼓励来代替消极的话。这种改变会产生一种治疗的效果。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工作，也就是咱教会存在的使命。咱教会要成做一个心灵的病院，咱来了解，咱的院长是耶稣，因为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安尼嘛。咱看记得伫以赛亚书有言，弥赛亚讲你们一段话安尼讲。
讲至关上主的灵临到我，伊高抹我，竞选我，爱我对送向人传福音，伊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爱我宣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得到自由。伊差遣我宣告上主拯救伊百姓的恩年，上主处罚对敌的日子。伊差遣我去安慰悲伤的人，伊互伫色安悲伤的人用花冠代替土粉，用喜乐代替忧伤，用懊恼代替哀歌。伊要亲像上主亲自栽种的树，伊要行公义。上主要因为家己的作为受懊恼。今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咱点到紫色的蜡烛，代表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愿望。咱伫这个节期中间，用敬虔的心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因为伊来到世间，就是要带予受苦的人来得到讨放。所以，咱要安怎互这受伤的人转向耶稣？第一步就是带伊到一个明白耶稣的团体，就是教会。伊通借着伫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来明白耶稣。虽然伫这圣诞的节期，咱会举办真侪无共款的圣诞庆祝活动，无论是见证会、聚餐，也是分享会，咱透过这个活动，逐人讲耶稣所带来的愿望，互教会成做受捆绑的人得到讨放的一个所在，成做伤心的人得到安慰的一个所在，互教会成做心灵的病院。因为教会会当发挥几种真重要的功能。第一项，咱伫教会中间是要传讲安慰、鼓励信息的一个所在。咱互伤心的人来到这，互伊即款的环境顶面，通过上帝话来得到力量。咱来鼓励因来敬拜上帝，因为无论是牧师传讲的信息，也是伫小组中间小组员伫团契中间团契客友所分享的，就是来自上帝鼓励的话。亲像圣经中间讲，咱来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伊是慈爱的天父，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伫咱逐种的患难中间，伊安慰咱，透过圣经上帝话来安慰咱。所以咱来鼓励悲伤的人来敬拜上帝。当上帝话临到因的生命的时阵，首先因会感觉插心，感觉艰苦，因为上帝话充满了医治的快乐，咱知良药苦口，会感觉艰苦，然后伊就让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透过安尼来接受安慰，得到鼓励，然后生命重新出发。虽然鼓励伊爱常常研读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话，更较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或者是教会咱提供的第一种医治的功能。第二项，教会是充满疼心、福源力量的团体，一个真正奉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也是一间互心灵破病的人会当复原的所在。伫这间教会中间，真侪人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安慰，来得到复原。因为这个人听的分享，互每一个入来这间教会的人，拢会当得到安慰。所以圣经同咱讲，伫咱逐种患难中间，伊安慰咱，互咱会当用伊所受所互咱的安慰，去安慰所有着逐种患难的人。这就是种听的循环。咱拄着困难，上帝安慰咱。咱有这款的经验了，咱就将这款的听分享出去，互甲咱拄着相反困难的人也得到安慰。这是听的力量。昨咱伫教会有举办一场演讲，这是总会
高社所举办的一个演讲，伊是邀请一个伫乌克兰伫遐做义工服侍一个咱台湾的青年所做的分享。其实是真可惜，来参加的人真少因为伊的分享实在是互我感觉真感动。这个青年人伊有真特殊的本事伊会晓讲几国的语言伊过去捌伫日本工作过所以会晓讲日语伊会晓讲中文过去乌克兰遐有一段时间，所以伊晓讲遐个话所以伊晓讲5种语言，会做真好的翻译伫遐做义工伊去联络迄个日本的教会提供物资互伊伫遐分发遮物资，互遐个逃难的遮难民。伊讲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其中有一个人，大概来摕物件咧摕这物资的时阵，我会讲，我无信上帝我无信上帝但是物资照摕啦第二遍来，佫来讲，我无信上帝就来摕物资转去。逐遍来都来讲，我无信上帝啦我无要信上帝啦。结果有一遍来，伊佫来讲，我无信上帝咱这台湾的青年拢来讲我来讲我知影你无信上帝但是这物资是我对日本一群信上帝的人。这群信上帝的人，毋是真好野的人因拢是欠长内度，将因知影讲，因为因过去捌发生过战争嘛，知影战争的艰苦嘛，知影恁即马伫战争中间拄着困难嘛，所以因知影伫迄战争中间真艰苦，若有人来帮衬，一定会感觉真温暖。所以因欠长内度，日本的教会拢无真大，拢真细。当提供的物资，尽量提供，互因会当到乌克兰这个所在，将这物资分互这个因为战争拄逃难的这个人。我讲，我知影你无信上帝，但是这是一群因为信上帝有听的人，因所奉献的物资，因甲你分享。我用来讲安尼啦，叫这个人后一遍来的时阵就毋敢讲我无信上帝其实，这听的分享就是讲，咱若有经历迄个苦楚，咱知影耶稣基督会当帮助咱的时阵，咱将即款的经验甲别人分享，会当带互别人祝福。亲像伫教会中间，咱有人拄着真侪困难，有人破病，有人伤心。有人可能财务出了问题，咱若有相款的经验，过去人安怎帮助咱，上帝安怎帮助咱甲因分享，这种听的交流，就造成一种正面的循环，带互人互愿的力量。这是咱教会应该爱做的。咱请悲伤的人进入教会，拄着困难的人进入教会，互伊伫这听中间得到互愿的快乐。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教会是带人跟对耶稣，行往永远我的道路的团体。咱看到圣经中间安尼讲，伊讲拄啊亲像咱甲基督同受真侪苦难，咱也借着基督得到真侪安慰。咱是透过耶稣基督，才得到真侪安慰。如果教会生活只是简单，互人感受到人的疼，安尼一般的社团，咱讲福伦社，还是讲什么慈善社，拢有即款的功能。教会主要的目的，就是互人经历着耶稣的所在。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每一个拍开伊的心来接受耶稣的人，无论是撒该也好，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约翰也好，巴底麦也好。这人因经历耶稣了，因的生命拢改变。教会是一个心灵的病院，是要互真侪人伫遮得到休困、恢复健康的所在。恢复健康了，因会更较臃肿，
因也诚做祝福别人的人。咱每项拢经历过遮的，互咱的教会真正诚做一个心灵的病院。咱照上帝互咱的使命，真真正正，互教会存在伫即个所在，让产生大的影响力。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阮得到快乐。求主，互阮真正会当诚做帮助受伤的人、悲伤的人恢复健康，得到安慰的所在。求主你赏赐阮有即款的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